嘅兩個我最親近嘅人啦，多謝你哋啦。咁咧由細到大咧，我都覺得我自己咧係一個好彩、好幸運嘅人嚟嘅。咁咧我有一個好幸福嘅家庭，唔知點解我見到佢哋兩個我就有啲感傷。咁咧我咧就有一個好幸福嘅家庭啦。由讀書咧到出嚟做嘢咧，我都覺得自己好彩，因為由細到大咧都好多人幫我。但係咧，自從我參加咗舞蹈團開始啦，我開始體會到咧，原來我唔係一個幸運嘅人，我係一個滿懷恩寵嘅人。因為咧所有嘅好事咧，其實都係天主賜俾我噶啦。我唔單止咧生活上覺得好安穩啦，我更加咧有機會咧由好細個開始咧就可以接觸到天主，翻基督嘅聚會啦。細個嘅時候咧翻教會嘅時候咧當時咧係翻基督教會。咁由細到大咧，其實我心目中咧都係相信天主咧就係我哋唯一天主啦，知道咧天主係好愛我哋嘅，為我哋釘十字架。我知道咧，只要咧我哋願意承認我哋嘅罪啦，願意跟隨天主咧，天主就會寬恕我哋。但係咧咁樣咧，反而咧養成咗我嘅懶惰啦，我嘅惰性啦，冇好堅持咁樣一路去行落去翻教會啦，同埋認識天主啦。喺我過往嘅人生當中咧，其實我有好多次嘅機會啦，可以去親近天主，但係我始終咧都冇好堅持咁樣去做咧，一次又一次咁樣騷擾天主。直到咧大概2年半前咧，我女女出世啦，做咗媽媽之後咧，咁呢份愛同埋責任感咧，成為咗我重新追尋信仰嘅一個契機啦。我希望咧為我女咧樹立一個好嘅榜樣啦，等佢咧從小咧就可以學習到天主嘅道理，親近教會喺主嘅愛當中成長，活出基督嘅愛。仲記得咧第一次咧同2歲嘅女參加離世嘅時候咧，平時咧佢都係坐唔定好活潑嘅，但係咧佢竟然大部分嘅時間咧都可以保持安靜啦，又跟住大家一齊合十啦，同埋跪低祈禱啦，令我咧再好深刻咁感受到天主嘅恩寵。今次咧重新加入舞蹈班以嚟咧，我承諾自己要成為一個堅持啦、勇敢同埋包容嘅基督徒。以往咧生活壓力大啦，我成日情緒不穩啦，好多擔憂啦，精神好緊張啦。今日開始咧，我會學會咧將一切交俾天主，將信仰咧同生活融合，並且咧喺祈禱同埋依靠天主當中咧獲得平安同埋喜樂。最後咧，多謝天禧號嘅每一位團員啦。雖然我哋係嚟自唔同嘅年紀啦、背景同埋經歷，但係咧我哋又坐住同一條船嘅精神啊，一齊去學習主嘅道理。每一次咧同你哋分享嘅時候咧，都會有得獎嘅。多謝你哋。咁咧最後咧，當然要多謝我哋嘅導師啦，多謝你哋無經常教導同埋分享同埋陪伴，多謝你哋。